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有一对男女朋友走去垦丁来找梅花鹿的鹿角，还佫真正互因找到捡回去，因抛就网络来分享，结果引发到网友的攻击。因为政府有规定，要伫个特别景观区、甲生态保护区来捡鹿角，都要经过同意，若无就罚款3000块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，会通知对方到案说明，来确定因捡鹿角的地点。一日前日来到国境之南，这个小姐对镜头真欢喜，话讲伫垦丁找到梅花鹿角，真欢喜，用各种角度一直翕，并且呢摕离开现场，将影片传上网络，引起感受违法的论战。国家公园里面捡到这种鹿角之类的，我想应该不能把它带回家。那不是在法律的所谓的限定说捡拾必须要交货所谓的相关单位，或者是有任何的所谓检索处置的话，那民众捡拾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行责问题。捡到鹿角敢会当抓回去，引起争议。有真个网友伫骂这对情侣，看到代志大条啊，当事人有破文章，强调讲伊捡到鹿角的所在，毋是伫景观区甲保护区内，已经离开垦丁国家公园啊，嘛无将鹿角抓回去。在地人是讲，非管制区确实有这个机会去捡到鹿角。一切鹿角都会掉。捡来之后是要干嘛？草丛有啊，山上、树林里面都有啊。目前伫垦丁，连民众的生活范围拢会出现梅花鹿，为了维护生态的资源，依照国家公园法的规定，有的特别景观区甲生态保护区，若是捡到鹿角，必须要经过许可；若是乌白捡，会使罚3000块。通知到案说明，至现场比对。如果是在生态保护区或特别景观区，我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7条。处以3000元的罚款。垦管处强调讲，会去了解这对情侣捡到鹿角的地点，若是有犯法，会依法开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